继续转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看无同的手路料理。先来看到要过年啊，台南北区这间出名的鸡肉店已经提早开放，给现场的人客会当来注文围炉糜规只鸡，一个人一届限定2只。店外为明尾3点起排队排到热长，算的拢总有60公尺长，会当讲是看有头唔知尾。另外中西区一间在地开40外档的鸡肉老店，同款嘛是订单接到卖力。 短7天卖1000外只鸡啊，生意会当讲是下叫。半暝啊3点外，天就还袂光，鸡肉店外口就已经排了长长的人。队伍一路是排到数十公尺，看袂到头尾，大家伫咧半暝啊就来排队，就是为着这味的。 敢若看到员工骹手真美切，这一只一只又搁青又搁油的咸水鸡甲熏鸡，全部拢是内行的人上爱的利高美菜色。店家提早过外月开放现场来订，请起民众来咧抢买。哦，我在3点半来排队啊，我排2点外斤，没有3点钟哎。他每个人限定2只而已啊，它鸡肉真的很好吃啊。就是订除夕那3天的鸡肉做预定而已，我们没有卖现场。 台南北区这个肉店，每到过年过节都会出现抢买的人。就算店家提早来开放登记，每一个人敢若会当买2只鸡，但是离到暝前后2天，同款是一开店都卖完啊。另外，伫咧台南中西区经营40多年的鸡肉店，伫咧年节的期间，同款订单是接甲抢软。人跟我讲抢年抢节啦，太晚来都会买不到，有限量。那一个礼拜大部分就大概就是1000多只。头家娘的铺仔顶，过年春节期间订单是写甲满，短7天就卖1000几只鸡。民众放假想要食好食的鸡肉料理，就要赶紧来买，若无是有钱嘛买袂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